个是乐山下手，出事前马的加油。这个乐山下说，恭喜恭喜发财。这深度强呢，就是难度来送。这位电商爹地，介绍错了生意。就把在我们冲上谈心接送。怎么忙大去见，家庭米呀出手。差的在哪远呢？专门唱的我的。突然来了我们，别个过来买吧。你们那个写的上去来个做了。啊，知道买吧米的，大个拉到不休。是，你们那其他过了这个是骗的，头头是是你这个也要亏下的呗，根本都是那一听买的。也要不休了。啊，这个嘛是不可能的。哦，跟你说。米多去呢，咕子咕子去。啊。哦，这是现在什么？这里什么？大把人家去，来。可，地面啦，俺个亏路上。哦，路亏路。路亏路。头头一呢，俺亏路谁的听没完？俺亏路。哦，肯定进了俺亏路上的。啊，俺亏路谁呢？当天那学费呢？俺们送的学生能就。学生。哦，来拉学的。哦，给他。要是看到下面那里地步的拉是确定。看着拉，给这俺说不拉是给这。拉这头了。哦，这出来了。是，这取代了。是，这书记了。拉家家。可，到那家说的。哦，年过了学生才能看手的。这两个过了哦，这两个过了学生才能。那小年米的。看着。哦，当然是，那叫做。我那做第二个那个马处理活动的处理拉是吧？可，到那年米的学生才能看手的。当然米里了。看着当然米里，你干嘛说的？我在打扮的是三不休息的。我们的这个，到那年那我的学生才能看手的。那就要到了。看着那就要到。啊，你去哪个那个写字前的看谁的？你那个的写字前呢？原来去哪前的干正是的。你真的水泥厂给土工那些人下。水泥厂的哦，有些了。那你讲了啊？咱那等于这个的写字前的肯定是了不的。写字前的我的写字前呢乌啥？米的写字前呢尖啥？那我的写字前呢向啥？向啊，到那干啥？都见了写字前呢看手。见了哦还我的写字前的乌的吧？对。乌下家。二小家，现在学过了，有啥的小家嘛？现在去那个几个门多啊？见了学生钱呢，贵啥？见了学生钱呢，贵。哦，我呢，到那钱啥？到那俺儿子拿个爸爸学生钱呢，还说。你扒拉是觉得？扒拉你这。到那扒拉了，明堂这个学生学费呢，还说。明堂姐，堂姐学生学费呢？扒拉我们多了，考虑扒拉我们多，你这还是我的。现在听没多啊？扒拉了明堂这个学生学费呢，也不少。俺们拉了用啥？也得用。是。到那俺儿子没咱几个那么学生钱的还是我的。那么呀？那么学生学费呢？不丢。不丢，现在听个没多啊？那么学生钱呢，不怕收。那么是现在不胖对于俺儿子那么晒的胖嘛是的吧？胖嘛是。现在胖晒个一个过的，一个过去结尾呢，不胖。胖的过的过去下面呢，不胖。是。到那马瓜学生钱的还是？马瓜呀。这个都讲了起来，所有的机会。给的是。马瓜学的。是吧？马个对的呀，不下面。不嘛是。不嘛。我是讲，今天那位那马瓜的那么长时间对的呢，马瓜呀电子书写的，现在才为呢，古马拉呀电子书学是的过。现在那么是他买的多的过。没在过家人来了。现在去。现在俺儿子有没有呢？这个本来那么的马瓜你家老的现在才为呢。对呀，是。现在你看爹的呢？俺儿子这个的，现在也我喜欢去呢。来了看了有什么？现在天天用过去，
本来俺那做每不那么的事儿都那别个给一天的，做不能给当做给一咱们这哪么那时候跟那的，现实不是超些的呢，俺这别个的一不的，就把生死的呢先求这个。当然了，哦，俺这别个建议就是，现在吃餐个小话去呢，哦是吧？那就我给他打下去了没？太得意得意。头痛，俺这别个的名字上面，现在成语我们说。他那人就看的你们的刀啊，这些商家蒙不起了呀，现在这样。到那你们现实钱呢？你们现实钱呢，兄弟是。大概了现实钱。大概了现实钱呢，兄弟是。兄弟。哦，头痛俺那子你们拿了修谁多啊？我的现实钱呢，兄弟太死。但是那日了现实钱呢？日了现实钱呢，都要靠人不去这个主意，但是不不了上去当个主意是个什么东西？都要靠人不去当个主意是个样嘛？但是那出了现实要的呗？出了现实钱呢，吃。吃上吃门吃到公司对不起我。吃多的吃个的。吃啥都得鸡巴不着的。这个，吃上三军他也吃个多的，你心多去吃上身高漂过来以后。心多？你啥样的吃呗呢？这现在也吃上几个门多啊？心多是那吃多的是个个。是心多是那吃多是。哎，姐妹，吃多了现在的啥子？这个过去就没得这个。俺这吃了身体大，吃到了心多姐姐，其实钱没就呢。国外的其实你呢，年娃都要我家那个个。当然是，但是那俺也生意呢，这将来起来这呢，其实是得要我家那个。看嘞，像那个。这，有啊，大家那吃了啥？俺这平日子其实当就在那呢。年娃多，年都送了他那个。年都送了哎，到那年都当过的可以呢。年都当过的，其实刚才解决嘛。来，是啥来干过那个子？我就要求，别那俺那子给这些的，给这吃个其实有不起，给这吃个其实买不得，其实刚才。刚才。但是吃那个过得送送啊。你呀，我去家那个意思的，我你其实刚才的。你刚才的朋友。他真的到那结果你们可以呢？你们的，说，其实咋能叫嘛？说呀，其实今年是他有呢。我这有个穷，吃那个本种农田来讲，给年呀破年来这个这三大，节目起哦。节目了不是？到那将来就那个别的节目上讲，我这是啥的？对不起。用。到那年呀破年来这个早就那个给吃不着。这样个呢？哎，吃那个什么不这个？什么不？一大。喂，什么不公个唔上？当然来过了，公个唔上。吃上菜了，看着修人呐。俺菜了年就修人了。没事，吃上个名了，看着修人呐。年名了，年名了呀，中队名吗？中队中队呢是吧？没得，中队队啊，中队队啊，名嘛了是。吃上个先把的肯定就能够有了。年先把的还是让人就能够有了。他现在吃上了土地日过了，就看着那也有。俺这土地都没得掏钱了。没事的。吃上个他这土地日过那边路线的，除了碰那个一般。俺现在是没有了。等下俺土生做不起来，没得个，俺送下的俺哪里碰那一了？来是，大送做不送哎？大送做不送了。来是，我的没了，是这个多。到那结果说不得在这里。说不得呢，现在去对人呢，养太太就咋样嘛？俺肯定是太太不是。现在现在太太不是呢，他们不过现在太太叫嘛是。原个老多的其实太太叫嘛，原本学吧其实太太叫，原的其实的太差不一呢。其实太差不一呢，亏钱了没几吧，退了到底，差不多数十钱吧。有嘛？当你将来这样，别得别不想了的。别得。我这是。有提醒俺那是给谁的呢？你妈那去让刚个的工大的下的话，现在俺姑妈家有三节不的呀，对下边的。他这这现实这边呢？现实这边呢？估计你妈那去让个小个的工大的修的话，现
家长姑妈那个那么有三千，也不得电子学校的，我提名了学生太差不多。好，但其实今天就咱鸟的差不是不是人想别讲，今天鸟到的咱送脚嘛的。啊，我那就不打不着那这的。有人差的学生开，有人没人准备些这不的。你嘛，我那就来啥个学生那个嘛在，空心上不的来啥，出来那个给里路的，期间给徒步，提前给来啥，从就那个会议之间，学生看不起我。对了，现在这下把我那两会议开始学生应该哪新民同啊？肯定是开始。应该是啊，降价了啊！阳光来管不住。狼瓜来管不住，我那来管不住，芝麻来管不住，是的，我那天我都来啥来教授噻，现在来教授噻，到那给那给那说要会的这个地呢，你学个会的呢，俺就我把你给会的那不错。我把你给，到那给那给那，看这两队是哪呢？看这两队啊。俺没对起。哎呦，到那去了俺说是那我记得。你老板干说的呢？你我把你给下到那个这就挨下那个出去。挨下了，来。去了给下牛啊，下牛啊，那咋不？应当，我都应当。挨下了去那了。哎呀，我大哥送跪下密码了，去了故事什么的。啊。俺不是说我跟你说的呢。闹不嘞，故事密码来去了，给滚到开始那故事他们习问题的话了，听见写推的话了，现场爱学那滚到故事什么爱学。当然，你阿家老说我是，现在你四代个吓死我还个去。呀，可大，把听俺那做了登记都好了。登记搞到了。你始终的你唱下催眠音了，是吧？不习问题，是买不去呢，能打没打了？是买不是呢，能打没了？啦！不晓密码了，当年每日俺家的那票个。每日俺家，那多少了？这也是的，会的是现在开不开的？真的。一年了的，你阿家了的，每日俺家那是个。我的吧。你都是对什么？压个俺家的过了嘛一节，不可能给他的。但这其他阳台那咋你要嘛？听上俺就没看见了，现在亏欠钱给这俺家那如果没动啊？这俺都是对的呢，没都是俺家的过了嘛一节，没就干么给给买着。那第二个跟俺差不多就是送俺那个。是嘛？我这是明白了。让人他是重给听你，推就如果找咱们去噻，重给进了总军结果呢？俺这一万多让没人给，也让亏欠的被水军他不得，军子大他被难过的。大个儿子，你了渐渐蒙古大嘛不？俺呢，现在才那现在人，也让亏欠见了，你别拿。没人他现见了，抢不起，土地密码跟着忙那样。天你下载看呢，人的名。